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翻到嚟東涌每週樓市回顧喎。最近呢半個月香港樓市真係熱到發癲啊！如果仲諗住慢慢睇慢慢揀，可能真係會蘇州過後冇艇搭啦。根據最新嘅統計啦，3月上半個月一手成交已經突破咗1000宗，你冇聽錯啊！係15日裏邊過咗1000宗，咁大家睇下啦，新盤銷情真係回勇啊！單喺過去個週末啦2日裏邊咧，沽出咗超過400伙嘅喎。咁究竟係咩力量令到購買力咁樣去大爆發呢？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一下呢個陽春升浪啦。咁首先講下新盤先，而家啲發展商開價咧真係非常之快很準啊！好似長沙灣嘅愉悅啦，首輪160伙一日之內全部沽清，連17樓一個連天台嘅特色戶，尺價都賣到31200蚊尺，總價950萬。買家仲要係長線嘅投資者喎。咁再睇下北區粉嶺嘅雲向啦，首輪200伙即日賣出148伙，發展商見反應咁好，即刻加推咗77個單位啦。仲有將軍澳嘅海堤灣2日就吸咗5000人次去參觀啦。咁點解咁多人湧去買新盤呢？一嚟就係設立法效應持續啦，二嚟就係發展商嘅定價貼地嘅，令到好多原本觀望緊嘅買家都覺得喂，底價已經見到啦，驚遲買會買貴，所以紛紛入市啦。咁呢次嘅升浪仲有一個好明顯嘅特徵喎，就係大手客翻晒嚟啦。咁啊，根據數據嘅顯示啦，2月份一手嘅大手客，即係話同一個買家買2伙以上，錄得176伙，按月激增咗2.14倍嘅。咁啊，最誇張就係土瓜灣嘅一木，有個大手客一口氣掃咗5伙2伙單位，咁啊蝕資超過3500萬嘅。點解佢哋會咁有信心呢？除咗香港樓市係避風港之外呢，仲有一個原因就係內地買家啦。咁2月份嘅內地買家註冊量咧係升咗1成㗎，金額係超過咗155億嘅。因為人民幣匯率走強，對內地客嚟講咧，買香港樓等於有咗一個匯價嘅折扣，加上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嘅優勢啦，呢啲聰明錢正係加速咁流入香港嘅房地產市場嘅。咁一手咁熱啦，咁二手市場又點呢？呢度就有個好得意嘅現象啦。3月嘅上半月啦，10大藍籌屋苑只係錄得84宗嘅買賣，按月跌咗係16%嘅。咁你可能會問啦，喂，係咪二手唔得啊？錯啦，雖然就量跌，但係就價升嘅。咁好似沙田第一城啦，尺價竟然逆市飆升咗6.3%，重返16000蚊每尺嘅水平。咁點解會咁呢？因為一手盤搶走咗大量嘅客源啦，二手業主見到新盤賣得咁好，心態即刻變硬啦，唔肯減價，甚至反價。而家二手市場即係話優質盤先有得成交，買家要同業主鬥智鬥力。如果你仲喺二手市場裏邊揾緊平貨，難度真係越嚟越高啦。咁佢嚟講啦，而家樓市已經由觀望期進入咗行動期啦，一手市場係火車頭啦，帶動緊整體嘅氣氛，跟住減息預期升溫，加上大手客同埋內地客嘅支撐，呢個陽春升浪好大機會會延續落去嘅。咁我嘅建議就係話，如果你係自住嘅，而家趁發展商仲有新盤加推，開價未算太過進取嘅時候咧，多啲去睇示範單位，攞咗個感覺先。咁如果你係投資嘅話咧，留意翻租金回報率高嘅細單位，因為大手客已經開始掃緊貨噶啦，好盤咧就會越嚟越少嘅。咁我哋講完咧最新嘅消息之後咧，咁我哋講翻我哋東涌嘅二手成交狀況喎。咁喺過去嘅一星期裏邊咧，即係話2026年嘅3月9號至15號啦，二手成交咧總共係12宗嘅。咁啊星期六日咧就成交咗7宗。咁我哋講下每個屋苑嘅分佈先。咁啊，映灣園有2宗啦，藍天海岸2宗，東堤灣畔2宗，水南天岸1宗，星匯1宗。咁啊，居屋市場啦，裕泰苑2宗，裕東苑都係2宗嘅。咁啊，總共12宗。咁我哋分享翻嘅成交個案啦。咁啊，首先我哋分享咗映灣園先啦。咁映灣園咧就有一個2期嘅8座中層 B 室成交啦，係728尺，係一個3房2廁嘅戶型啦。個景觀咧就都算開揚嘅，就望翻去星匯東環同埋望翻去內園景嘅。咁啊，成交價錢都平喎，715萬。業主原本係自住嘅，單位裏邊咧都係比較陳舊嘅，咁新買家都係要做翻個裝修嘅。咁啊，平均尺價9821蚊尺啦。咁原業主喺2025年買入682萬買入，咁啊賺咗33萬嘅。第二宗成交咯，就係映灣園嘅12座低層 G 室，756尺3房2廁嘅戶型。咁啊，單位咧就望向翻泳池啦，望翻向機場海景嘅。咁啊，成交價錢738萬。
平均尺價9762蚊尺。咁完業咗2014年啦，以593萬買入，咁啊是次賣出賺咗145萬嘅。咁我哋再分享埋藍天海岸嘅成交咯喎。咁藍天海岸咧就有個3座嘅中層 A 室單位成交啦，781尺，係一個3房2廁連埋儲物室嘅戶型嘅。咁單位係3房戶啦，望向翻自己嗰個內園景觀都係非常之開揚舒適嘅。咁啊成交價錢830萬，平均尺價10627蚊尺。咁完業咗2010年買入啦，就448萬買入，咁啊是次賣出就賺咗382萬嘅。咁另外一種成交咧就一個2房戶啊，係一個2座嘅中層 E 室啦，592尺，咁成交價錢660萬，咁啊價錢做得相當之唔錯。咁呢個單位咧係一個大2房嚟嘅 L 廳，同埋係有露台嘅。咁藍天海岸咧係好少量嘅2房戶先會有露台嘅啫。咁啊完業咗2005年咧以255萬買入，咁啊是次賣出就賺咗405萬嘅。咁我哋再分享埋水藍天岸啦。咁水藍天岸咧就有一宗2房成交咧，就一個3座嘅高層 E 室，548尺，一個2房戶喎。咁呢個單位咧原業主咧就一路係放租㗎，咁就可能都有段時間佢叫價叫得比較貴少少啦，咁有段時間未租出，咁到最後咧就得到一個買家心儀就賣出咗啦。咁啊單位係2房戶啦，有露台，望翻去自己嘅內園景觀向南嘅，成交價錢738萬，平均尺價13467蚊尺。咁啊完業咗2008年買入啦，348萬8千買入，是次賣出就賺咗397萬2千嘅。咁我哋再分享埋東堤灣畔啦。咁東堤灣畔咧就黐住東涌地鐵站嘅，基本上就2-3分鐘嘅路程啦，就可以步行到去地鐵站嘅啦。第一宗成交咧就一個5座嘅中層 H 室啦，772尺，係一個3房2廁嘅戶型啦。咁啊單位咧就都好快手啊，業主都係放盤，大約係半個月，放低鎖匙半個月啦，咁就賣出咗。咁啊原本開價838萬嘅，咁啊一路經買家議價啦，咁最後成交價就788萬成交。咁啊平均尺價10207蚊尺。咁啊原業主喺2001年買入啦，286萬買入，是次賣出就賺咗502萬嘅。咁第二宗成交都係3房戶啊，係一個6座嘅中層 A 室啦。2008年啦，以358萬買入，咁是次賣出就賺咗477萬嘅。咁呢個單位嘅景觀咧會比5座 H 好少少啦。咁啊可以望到部分機場海景嘅。如果5座嘅 H 咧個客廳咧其實就望翻東薈城，咁就得主人房可以望到部分海景嘅啫。咁我哋分享完東堤灣畔之後咧，咁我哋再分享埋星匯啦。咁啊星匯得一宗成交嘅啫，咁就一個7座嘅中層 D 室啦，咁就671尺，係一個大2房嘅戶型啦。咁單位咧原本業主都一路自住㗎，咁啊做咗好多 built-in 家私啦，都有花過心機去裝修㗎，因為小朋友大啦，咁啊要出翻區讀書，咁所以就搬翻出去市區嘅。咁業主都交吉咗一段時間啦，咁啊而家有心儀買家購入啦，成交價錢755萬，平均尺價11252蚊尺。咁完業主喺2013年一手買入啦，510萬買入，咁是次賣出咧就賺咗244萬嘅。咁今個星期嘅二手分享就去到呢度啦。咁如果大家對東涌嘅樓盤咧有任何查詢嘅話咧，就歡迎聯絡我哋公司啦。咁我哋下星期再見啦，拜拜。